谁料到最后还是疏忽了。这种时候，你就知道我们这种桀骜不驯的女子有多好了。桀骜不驯且小心眼儿的女子。我要是真小心眼儿，我都不回来。不过经此一事，齐震的疑虑肯定消去了大半。这是一件好事啊。不过我想问，你是怎么分辨出那个假的我？那个人长得跟你真的一模一样，声音还比你好听。不过就在那一瞬间，我就知道他不是你。那你又怎么确定此时的我是真的我？我就说嘛，就算世界上有再厉害的人能模仿得了你的脸，也学不出你这个贱人的样子。你看看你，是吗？我一直想问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会回来？因为江枫告诉我，不是这些。娘儿，哦，娘，我来了。什么时候多个娘？还不是江枫给我的那个荷包惹的事。不说了，不说了。之前他差点要了你的命，你别让他看到你了啊！你现在赶我走。他现在，他也是个可怜人，你别为难他。不是，莲儿，我出去了。来了来了。喂，顾好自己。王命特诏：贵夫人唐芷蓉秉性柔佳，持功殊甚，于公敬事，恪尽敬慎，敬上小心恭谨，御下宽厚平和，交廷之礼教为贤，堪为太渊后宫典范，特召天下，传谕太渊。姐姐喝水，谢谢，小心烫啊！姐姐，现在你可让咱们全太渊的女子啊都羡慕着呢。有王上这般宠爱，那日后王后的位子定是非姐姐莫属了。听家父说，从未有人像姐姐这样能独得恩宠，咱们以后啊还得指望着姐姐多多提携照顾呢。对呀，对呀，多照顾啊。那是自然的。我看姐姐平日穿着素雅而不失端庄。特意从唯品阁挑选了一只玉镯，此玉镯通透精致，乃为上品，特别配姐姐呢。姐姐，你试一下嘛。妹妹费心了，不过这雷霆雨露的，还不全是在王上一念之间？咱们在宫里伺候着，又何必在意那些虚名啊？姐姐说的是。对，姐姐，那您先收着。姐姐收下吧，收下吧。刚刚内廷又送来一些上好的燕窝和固元膏。都是五州的精品，平常百姓家连见都见不到一眼呢。有王上这样的疼爱，夫人真是好福气啊！蓉儿听话，别叫，别嚷，好吗？好。齐震学了你些什么，值得你这样为了他耽误你自己的前程？有些话我只说给你听，可为何他也知道？
皇上，蓉儿是冤枉的，蓉儿之前不知此事。皇上，冤不冤你说了不算。你这姑娘，聪明反被聪明误了。你以为几次三番从我这儿偷了折子给齐振，我会全然不知？你以为齐振在我面前提到你的时候，说的全是好话？是他，是他，我们唐家都必须听信于他。我不敢违背父亲，我更不敢违背国公。皇上，我当然知道你们家受制于齐振，可你怎么不为了自己好好想想？这你父亲写的，看看。哼，唐伯年宫中体国，已经送你入宫，还生怕怠慢。这又要把你妹妹唐一光送入宫来，由你们姐妹轮番照顾着。我倒也是舒坦。我从未听父亲说过此事。那是自然。你虽然事事以家族利益为重，但终究是个庶出的女子。眼见如今得了荣宠，唐家的正主怕是要坐不住了。唐一光出身比你好得多，他进宫来，自然不需和你商量了。坐。好。你孝心可表，所作所为，全都是为了你父亲，为了定远将军府。可你这样帮着齐振，无外乎只有两种结果：一，事情败露，你活不了；二，齐振攻城，我活不了。可倘若我死了，你这个贵夫人，就只能在冷宫里挨上10年、20年，当个活死人。我不要，我不要。齐局若是胜负已定，一枚棋子又有何用呢？自打出生起，我就从未为自己打算过。如今，我也该为自己活一回了。还请王上指条明路。这事容易，只要从今后，你的一言一行全听我的。所有的恩宠富贵，也都是你的。只要王上信得过，蓉儿愿意。我既然能对你说这些，你有几分忠心，我自然知道。贵夫人，王上又来传召您过去呢。走吧。王上对夫人真是好兴致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呢。
知道这个唐芷蓉缠着王上夜夜笙歌，被这个狐狸精折腾着，还差点耽误了今天的长远水祭呀！送去内廷。是。哎呀，王爷啊，你说的那件事情我也听说了。刚才我从宫里回来的时候，还看见王上火急火燎地赶着去见贵夫人，年轻气盛，比不得啊。国公，你跟我说心里话，这个王后是不是笃定让唐家的女儿来做？王爷，你太看得起我了。太原的王后谁来做，哪能是我说了算呢？真是风水轮流转呢。一个20年前只会耍大刀的江湖混子，不就是跟着你抄了文艺世子的家吗？这个唐伯年还真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了？不是跟着我，那是神宗的旨意。谋逆之罪，罪无可赦。是啊，没错。打那之后，这唐伯年可就成了朝廷的苦工之力。国公，现如今这唐伯年有多少兵马？10万还是15万？这可是个做大事的兵力啊，马虎不得啊。不过国公，你想过没有？你就这么确定这些兵马就一定是为你所用吗？当年的唐伯年跟着你，那是因为他什么都没有，烂命一条。现在他可是不一样了。我家若儿这命里注定是要当王后的命。若在这件事情上因你国公而出了什么差错，那我西平郡和国公府从此再无情分可言。王爷啊，你太看得起齐某了，立后大事不敢造次。哼！国公，你是老糊涂了。你想过没有，让那个唐芷蓉当上王后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还当这个唐伯年是当年那个哈巴狗？糊涂！唐芷蓉这个姑娘，蓄意挑拨一文辞，不简单呐。难道这是唐伯年有意安排的？他是想除掉我的人，取而代之？尽快赶到南慈定远将军府，务必将信亲手交给唐伯年。公子，公子，齐真已派出信使加急南下，见唐伯年去了，说是要让定远将军独自进京，走水路。独自进京，走水路。这是要试探，挖了坑给唐伯年。江峰，你知不知道怀疑这种东西，一旦在心里住下了，就很难根除了。我们要做的就是，让这种怀疑越来越大。去找宗岳，他知道怎么做。是。小姐人呢？奴婢也不知。你们下去吧。曾先生，
看来小姐无碍，在下告辞了。不许走！我叫你来吃饭，只是想亲自答谢你一番。你之前一再推阻，实在没办法，我才骗你过来的。要怪就怪你不给我面子。治病救人乃医者的本分，至于答谢嘛，就免了。在下告辞。不许走，吃了饭再走。玉儿，你看，你来的正好，快帮我拦住他！我只是想请他吃顿饭，好生答谢一番，死活不给我面子。郡主，先生不喜欢热闹，咱们何必强求呢？你帮不帮我？先生，郡主都这般盛情了，先生给个面子便是，何必为难一个小姑娘呢？好。哎，你去哪儿？这不吃饭时间吗？怎么着，嫌弃我手艺啊？当然不会。从小到大，我见过的郎中，2只手都数不过来。好的、坏的、厉害的、骗人的，我都见识过。所以你说医者的本分是治病救人，我也知道。现在你治好了我，那是应该的。不瞒你说，我这么非要谢你，不是因为什么医术，而是因为你像极了我的一位故人。郡主抬爱，我受不得。在我很小的时候呀，有一个邻居家的哥哥，我总爱跟在他屁股后头，撵都撵不走。他总是嫌我烦，光想着怎么甩掉我了。可是不成啊，我就爱黏着他。有一天，那个哥哥把我带到一个山洞里，跟我说玩捉迷藏，让我躲着。我一直等到晚上，他也没有回来。那里一片黑暗，我又迷了路。那后来呢？后来啊，是魏管家带人找到了我。我爹快气疯了，我从来没见过他发这么大的火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和他说过，是那个哥哥骗我去的。郡主对这个邻家哥哥真的是情谊深重。才不是呢，他欺负了我，我岂能饶过他？只是我知道我们2家关系极好，就算我告发了他，我爹也不会拿他怎么样，所以我还不如先乖乖的吃了这个亏，等到一个好机会再报复回去。怎么报复？先吃饭，这汤我可是熬了2个时辰，你们不能不给我面子啊！把汤喝了，喝了才有故事听。这个哥哥呀，从小就奇怪，他吃不了七锦叶，但凡沾了一点，就会全身长满疹子，又红又痒，脸啊还会肿得像个猪头。所以我就特意采了七锦叶，特意下了厨，做了人生中第1碗鸡汤。那天晚上，那个哥哥就疼得满地打滚，然后我高兴啊。我高兴的一整夜都没睡着觉。第2天，我特意起了个大早，我想跑去他们家，看他肿成猪头的样子。可是怎么了？
搬走了，一夜之间，全家人都不见了。多谢郡主款待，在下先告辞了。等等，你都不问问我，这汤里我都放了些什么3年的乌鸡，又放了赤灵芝、陈皮、桂圆、罗汉果、红枣，最后还放了七节叶，没错吧？我觉得你像极了那位哥哥，可是你不承认，我只能这么试试你了。当初给郡主瞧病，我只是觉得郡主先天之气不足，精神并无异常。可如今瞧来，或许是我看的还不够仔细。告辞。不许走！我偏要看。郡主尚在闺中，这样做不太合适吧？我不管，我偏要看。郡主，先生可是咱们府的贵客，别管我！这要让国公知道了可不太好。好，罢了，我给你看。我只是一个郎中，并不是郡主口中的故人，还请郡主自重。好了，韵儿，只不过就是认错了人，宗先生他肯定不会介意的。你不懂，你不懂，他们不是搬走了，他们一家人都死了，他死了。满天边，孤帆在飘，独行依靠。别惹我！你在哪？这样子欺负我！别我！是我。云公子找我何事？我有些事想向先生请教。方才不是见过了吗？我有件事要问你。在这府里，你我私下最好不要往来，被齐镇察觉了，会坏了大事。你这是为何？我知道我是认贼作父。我知道世子府78条人民不能瞑目。我也知道血海深仇不能不报。这一切我都听从兄长安排。我只求你，求什么？求你不要为难他。他又是谁？齐
我们俩自幼一同长大。他虽然任性，但是顶顶善良。我一直知道他心里念着一个人，今日方才知道，竟然是你。哥，我只求你不要利用他来复仇，他与这件事情无关。这是你第一次喊我哥，却是为了仇人之女求情。在你眼里，他是不是比什么都重要？我从未告诉过任何人，我当年是怎么活下来的。别害怕，来，来。一夜之间，世子府被满门抄斩。幸好邱先生事先买通了刽子手，才保下了你我性命。你彼时尚小，藏在东袍中便被带走了，而我只能躺在4人堆里，七阵唯恐出了纰漏，连夜将所有尸身埋在了乱葬岗。而我就被埋在了4人堆里。我感觉就要活不下去了，可在那暗无天日的深渊里，听见父亲、母亲他们在喊冤，我听见舅舅、表妹他们在哭泣，我至今都忘不了那一夜的血腥。他们就在我的身边，盯着我，看着我，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，不要忘了替他们洗雪冤情，不要忘了报他们的血海深仇。有的时候我真的很羡慕你，你不知道，看着至亲死在自己面前是什么感受。你不明白，为了活下去，不得不啃食亲人尸身是什么味道。为了那枉死的78条人命，我可以做任何事情，甚至是出卖自己。所以，你不要为了那些无足轻重的伪善来祈求我，没用的。我早就不相信那些了。就算你是我的亲弟弟，就算我苦苦寻了你15年又如何？在这复仇的路上，你若阻拦，我便连你也一同除去。我不知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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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对齐云的心思，还是趁早收起来吧。就算没有两家的仇恨，你只不过是一个养在国公府里的侍卫，一子之名，只不过是齐真让你卖命的手段。他又怎么可能将他自己唯一的亲生女儿嫁给你？你离开几日吧，恰巧有件事情，得抓紧把它办了。
今日我又替郡主把了把脉，虽无大碍，但病症仍在。这些药材虽然不是什么稀世珍宝，但却长在山野之中，要取需要费些周折。如此的话，需找一个妥帖的人前去采买为好啊。这药还得我亲自去，他人去了，我怕寻错药材。只不过这林中多有悍匪，还请国公安排一个武功高强且值得托付的人跟着，这样我也能放心。让云痕陪你去吧，他靠得住。好，那明日一早我便出城。撤！玉，这好像不是去铜川的路。当然不是，去铜川制药只不过是我给齐镇的借口。你真正要去的地方是南祠。南祠，那儿可是唐伯年的驻地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齐镇暗中给唐伯年送信，让他孤身进京，你知道吗？那又如何？我要你结信。什么？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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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你等的人都倦了，这么晚了，再不来我又要夜探翠凉殿了。知道了，你接他有功，讲你的。听说您夜夜宠幸唐芷蓉，精神好着呢。难得一夜春宵，还要用来见我，真是委屈了。你吃醋了？当然了，凭什么你就可以天天在这宫殿里面左拥右抱的，我呢就得日日守着那冷宫，还得夜夜清醒着，生怕您随时召见我，凭什么？要不是因为长公主对我好，我早就走了，不陪你玩了。你说的这些我不信。要走，你早走了。我要真走了，你可别来找我。做人还是别太自信。偏偏我就是这样的人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长公主她对你很好。是啊，怎么了？我想你帮我问她几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你拿着，这个玄灵真液，能吸纳人心思绪，只要存有记忆，就可通过这枚夜坠一一显现。我想你帮我问他几个问题。你想知道什么？我想你帮我问他，当年在天泉，他德王妃的身份为何被夺去？那日他与德王决裂，究竟为了什么？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，他没说。你想利用长公主对我的信任，去帮你打听这些事？是。我帮不了你。为什么？没错，他的确看起来疯疯癫癫的，但他是真心待我的。
并无交代，只说将军接信后立即启程。既然是国公有令，我自当照办。大人，先去歇息一下，容我稍作整装，这就立即进京复命。是。你也知道，齐镇多疑。现在唐芷蓉在宫中独受王上恩宠，齐镇反倒猜忌。他担心唐伯年有兵权在手，又有圣恩在外，再动了什么别的心思。所以，让唐伯年进京，就是个圈套。这一来，考验的忠诚度；这二来，齐镇在南次大军有几枚棋子，难道这些人要动？没错，他一旦动身离开，这些人会趁机夺取他15万大军的兵权。你们该不会已经把信调包了吧？现在唐伯年看到的信，是齐镇让他带着5万大军北上回京。你回去之后，还是像以前一样，待在齐镇身边。齐镇要还的，不只是他这一条命。这事说不通啊！按理说，现在不战不灾的，国公怎么可能让我带着5万人马北上进京呢？此事疑点甚多，将军还是小心的好啊！贸然带兵北上，弄不好这是杀头之大罪。可如果一旦是国公有令，违逆不从，这也是死。不行，不能这么干耗着，赶快写一封密信进京，把情况搞清楚再说。是。报，将军，昆京有人求见，说是叫云痕。云痕，云公子，快请。是。唐伯年出身市井，为人十分谨慎，仅凭一份昆京寄来的信函，就让他率5万兵马回京。我料定他不会轻易动身，而会再三去信确认。若想打消他这份疑虑，那便需要一个国公身边的亲信，亲口告诉他，一切都是真的。而那个人就是你。